舊年底同今年初，電影《尋秦記》喺東亞多地、英國、愛爾蘭上映，票房成績尚好。根據 BBC 報導，上映首日，《尋秦記》票房錄得1100萬港元，成為香港史上首日開畫票房冠軍。電影喺中國大陸上映10日，票房亦超過2億人民幣，廣東省獨佔30%。仲有學者反映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嘅市場反應唔錯。《尋秦記》獲得好多觀眾引頸以待，當中一大批人反映佢哋受回憶驅使。今次就借《尋秦記》熱潮講一講回憶。關於回憶，近年興起所謂回憶殺嘅俚語，意思係影視作品、活動、景象等事物勾起觀眾嘅回憶，令佢哋深受感動，無法自已，好似被擊倒咁樣。呢個俚語嘅源頭係部分動漫畫加插角色嘅回憶，嗰啲角色往往喺故事敘述佢哋嘅回憶之後死去，所以回憶同殺擺埋一齊。動漫畫利用呢個敘述手法唔係新鮮事，回憶殺成為俗語，套用到其他層面，反映其他媒介增多把握觀者嘅回憶，繼而創作，亦即係觀眾嘅回憶係作品嘅核心概念，而唔係作品原創。呢個現象係咪代表作者嘅創作力降低，仲等看官判斷。回憶之所以具備重敲心坎嘅效用，唔係作品客觀咁樣激動人心，而係觀眾自己腦補，令佢哋回味嘅片段、影像、氣氛等活現腦海心頭，引嚟感情跌宕、思潮起伏。回憶之為動詞，即係追想以前發生嘅事；作為名詞，就係對往事嘅記憶。細想回憶係乜嘢？係一個人經歷若干事形成記憶，過一段時間之後回顧嗰啲記憶。有兩個重點值得留意。第一，回憶行為全部由個人進行，就算有外力驅使，只係喚起嘅作用。將回憶翻出嚟重新回顧，主體仍然係回憶者本人。亦有回憶唔靠外力驅使，策動至完成，全由回憶者本人。第二，回憶唔一定係事實嘅全部，甚至同事實不符。一個人對同一事物嘅回憶亦可以隨時間而改變。特別提出呢兩點，旨在突出回憶嘅主觀成分，咁唔代表回憶脫離現實，或者純粹心理作用，而係當中個人心靈活動嘅影響力不容低估。生活裏面，我哋同回憶密不可分。譬如喺屋企準備膳食，係依據過往入廚嘅經驗而決定當下點樣烹調，嗰啲入廚經驗就係回憶。如果唔喺屋企煮飯，轉而出街食飯，常人其中一項考慮係以前去過邊間食肆，邊間值得信賴。過往喺食肆用餐嘅經歷又係回憶。人冇瞬即遺忘經歷，將佢儲存到腦海一隅，成為回憶。上至終身大事，下至日常瑣事，當下手上辦理，往往參照回憶。當下嘅經歷又撥歸為日後嘅回憶。人就係由諸多經歷形塑而成，亦可以話回憶構成今日嘅我哋。如果係咁，照一照鏡，回望自身，所謂我嘅回憶已經清晰可見。按呢重意義嚟講，回憶不假外求。尋索回憶對一啲人嚟講，好似喺閣樓小倉庫裏面推開一堆堆塵封嘅雜物，喺暗角拉出褪色嘅錦盒，慢慢掀開盒蓋，攞出裏面珍寶，小心翼翼抹乾淨，鑒賞佢嘅晶瑩剔透，佢折射嘅光芒映照往昔若隱若現嘅碎片。正因為揾回憶對某啲人嘅珍貴，營商者成日睇準機會炮製牽引大眾回憶嘅商品。尋秦記電影亦係一個例子，監製兼主演古天樂都明言，今次上映為觀眾帶嚟回憶。入場嘅觀眾當然知道呢套戲最大嘅賣點係回憶，但唔會指責製作商以回憶引人上吊，因為尋找回憶引人追憶喺大部分人眼中視作理所當然，毫無值得挑剔嘅地方。情懷總係美好嘅，堪為追憶嘅往往經過人提煉壓榨，去蕪存菁，形成足以回味嘅片段。以回憶為賣點係正常商業策略，用戲飛買回憶以至其他涉及回憶嘅行為，純屬個人趣味。但係有啲人特意重遊故地，做多年前曾經參與嘅活動，力求塑造舊時嘅景象，就係為咗尋獲回憶。類似情況有冇構成執着呢？或者忽略原來反觀自身已經見到回憶，回憶無時無刻伴隨，而當刻自己亦不斷塑造回憶。呢種生生不息嘅回憶性質，姑且叫做回憶生。回憶殺固然震撼，
回憶生就更加貼近我哋嘅生活。明白呢樣嘢，人可以破除不必要嘅虛妄，過更有實感嘅生活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